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9，诗篇51篇80安尼讲：求你予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予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三角来祈祷，予阮听见欢喜快乐的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满有慈爱、怜悯，搁有丰盛恩典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赏赐阮智慧，予阮伫邪恶的世代，通闪避恶者的计谋甲陷害。主啊，你赏赐阮信心，予阮伫艰难中通靠你来得胜。主啊，你赏赐阮活开，予阮通成做有你的灵同在的人，予阮成做尊贵、荣光甲威严。主啊，生活中常常充满了苦痛，重担也深深在对阮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予阮无搁伫艰苦中来哀叹，求你予阮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予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